来看全国头一个案例，苗栗县通过就好，也就是山岭保育自治条例，这个审查过程由于是困难重重，经过3摆才成功的。去年5月份头一摆送议会，就予议会审查小组讲主动开发就能退回，今年6月份又搁互人退回，引起保育团体不满，第3摆才过关。 县议会听到掌声，因为苗栗县的就好保育自治条例3读通过。记得苗栗的名字应该就是猫狸了，就是猫狸就是石虎，所以我们苗栗第一个来保护石虎，我想也是一件好的事情。 苗栗县的就好保育自治条例审查一波三折，107年5月第一次送议会，议会审查小组以主动开发为理由退回。今年6月县府第2次提交议会，又搁被退，引来就好保育团体不满，在县议会前有布条啊抗议。最后是国民两党对于开发面积、拓宽道路、长度有争议，最后各退一步修正，开发面积确定是1公顷以上。 拓宽道路长度1000公尺以上，在规划设计阶段要征询专家意见，而且采取对环境友善的工法。建议把面积缩小、长度缩短，就是维持我们当初县府的提案。另外，毛议员对农地拥有奖励金提出建议。农地范围不使用除草剂、毒鼠药、兽夹，并符合农药安全检出范围。它只要符合这个定义的话，它每公顷就颁发2万元的奖励金。 苗栗县多处出现就好行踪，起得就好找假为名，嘛发生真侪届就好被告死。为了保护全国存无到500只就好，苗栗县议会总算通过保育自治条例，为保育就好努力。